给我搜！是。你们几个去那边。是。快！不知这次来的是敌是友？快！何不赌一把？若真是赵王派来的人，便看看你我谁更能得上天水岭。看来的人是会失手杀了你，还是会失手杀了我？那就赌一赌。哎，下来！你干什么？你们两个，无论谁死了，只要赵王当了皇帝，拿下就得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我在你们这儿，反正也没什么亲人，而且我有一颗扬名立万的心。这个英雄，让我来，也不枉我虚度了此生。婆婆，婆婆，你们这帮赵王的狗腿子们，居然还搞起刺杀来了！你们回去告诉他，他没有那个啊，庞庞，赵庞庞！